窄嘅辦公室都可以運動。辦公室健身術系列教你企喺度、坐喺度，每日用零碎時間從頭到腳活動一下，返完一日工都唔會變成僵屍。喺髮廊洗頭嘅時候，俾人托住個頭，有冇順便俾你練呢個位呢？係咪覺得好舒服呢？後尾枕呢個部位有4塊小肌肉，靠佢哋先能夠令到頭部保持穩定，唔會搖來搖去，維持不直嘅固定狀態。位喺頭部底部最深層，當你點頭或者轉動頭部，就會激活呢組肌肉。日積月累嘅疲勞，靠按摩可以得到鬆弛。經常低頭玩手機、望住電腦 mon，都會令到呢組肌群長期承受負擔，血管受到壓迫，導致血液循環唔好，容易令到肌肉僵硬。將手指放喺頸後面，一路向上摸，直到摸到頭骨。頭骨下方就係枕下肌群，就可以喺度放個按摩球，瞓喺度就最容易量到頭部嘅重量，以適當嘅力度按壓枕下肌群，墊高頭部拉直呢個位，效果會更加好。維持臥姿60至90秒，期間慢慢深呼吸，等待佢放鬆。喺辦公室唔方便瞓低，可以利用長嘅椅背或者牆壁，身體向後挨向按摩球，然後以感覺舒適嘅力度按壓呢個位置，就能夠放鬆枕下肌群。